人讲食娘心肝火，望见爸母因。这陆军航特部特控一路呢，伫桃园龙潭市负责首都，也个北台湾的安全。不过，即摆有一名姓谢的中校涉嫌甲国防机密泄露予中国，合意指责的中人已经放弃也禁见。总统府含这个国防部也拢出声谴责。有学者认为讲，中国一直无放弃用武力要来对付台湾，也无排除有间谍已经渗透台湾。老车司机拢严格来安检，陆军航空601路驻扎桃园市龙潭有两项部队的称号，负责首都防卫、坚守北台湾，主要就是团出强调的案件。一个现役四社中校涉嫌泄露予中共咱重大的国防机密，甲伊接洽的四社10人，2人遭到关押禁见。另外一个退役小校，这4个人以2万到60万块来交保。面对中共对我的渗透吸收，国军近年持衡的强化反情报教育，提升官兵的安全警觉，同时严密各项保密作业。对着军人涉嫌摧毁国家，国防部真失望，心痛谴责。伫这条检举了调查，才具体违法的事情，而且检调来侦办。现役校级军官论做强调，就连总统府也严正回应，反背军中的同事甲国家就要受到法律上较严厉制裁。我们的基本的第一个想法是可耻。那像这样的事情，背叛自己的袍泽，背叛自己的国家，那他应该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强调无所不在，回顾过来近几年查起处理案件是愈来愈多。曾经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？海军退役小将夏福祥涉嫌替对华发展组织一审判刑5个月。给我说明一下。空军退役小将曾耀东被指控予中共吸收，想要来救国军，一审家己承认认罪，获得缓刑。前陆军上校向敌军军职期间疑似被渗透，请军方签下投降的承诺书。因看到中共渗透对退役一步一步进逼到现役军官，除了看到掌握上新的机密，这摆目标对向陆军航特部更加是有特别的用意。战力最强的陆军单位，那可能就是陆军航特部。那陆军航特部里面最重要的单位就是航空6洞1旅，它在北部地区增援各个单位作战或者是应急作战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整个部署或者调配，我相信也是对岸非常有兴趣的部分。航特部正是陆军上强的战力，尤其是所属的601路，担负任务个守北部政经中央安全，阿帕7架机种各类现代装备拢伫遮。万一战争发生，将法度快速来支援。这摆军官开涉强调的案件内底，学者分析，可见中共无放弃武力统一，更加无排除对华部分的间谍网已经渗透台湾，敌我意识还佫加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